冇話走啊！南灣真正全能改善大盤啊！今日一次性同你拆解清楚。想揾環境好嘅、品質高嘅、有學區嘅、有醫療嘅、有會所嘅、過關超方便的屋，珠海呢個片區，南灣首富絕對係比低估一個寶藏小區啊！今日冇吹水、冇包裝，地段、配套、園林、戶型、貼點，真實個價格，我一次性同你講晒。無論係港澳自住嘅、帶仔讀書嘅、改善門房嘅，睇完呢條片再買樓，呢個位置真係冇得頂啊！開車20分鐘直達青茂口岸、拱北口岸、港珠澳大橋，絕對係珠澳翻工嘅首選樓盤。門口就係我哋一個珠海大道去拱北、橫琴、西區，全部四通發達嘅。公交配套完善，每日澳門上班過關通勤嘅，完全係冇壓力嘅。正宗嘅南灣核心地段，成熟穩定嘅，自己住超舒服。咩叫成熟大盤啊？商業、教育、醫療、生活全部拉滿啊！小區自帶公立幼兒園，5000平方個鄰里中心、生鮮超市啊，1公里到達或發生到3冇電啊！食飯、購物、休閒一站式搞掂啊！重點係學區啊，文賢中學個南平校區，屋企有小朋友讀書嘅，呢度係超省心嘅，而且醫療方面超方便啊！第二人民醫院同埋幼兒保健院都係隔離㗎。養老住超方便啊！講真，南灣首富真係吊打周邊小區啊，綠化率達到38%啊，正宗嶺南中式園林啊，流水假山、無林景觀、庭院匯靈，入園儀式感直接拉滿啊！最勁個亮點，小區配帶3800平方下沉式個會所啊，有恒溫泳池、健身室、瑜伽室、茶室。兒童樂區全部都免費俾業主使用嘅，背山面水，背住我哋個將軍山，望住我哋南屏水庫，環境清幽，空氣清新，負離子超標，養生自住一流啊！重點來咗，而家性價比直接拉爆啊！76平方做到3房單位，180萬就可以上車啦！廣告過渡嘅公司自住嘅，而家完全真係好抵買啊！改善首選123平方至185平方個大平層啊！你睇呢個9米嘅超大陽台啊！睇住呢個山景同埋水庫景，哇！真係超級無敵啊！呢個小區唯一有個少少個缺點，就係低層靠近我哋主幹線啊，揾中高層嘅就把所有問題都好解決啦。小區冇銀箱，配套齊全，品質在線，零爛尾風險啊，超適合於港澳自住。大灣讀名校啊，中意高品質園林小區嘅，養老安靜自己住嘅，仲有稀缺鐵樹啊，拓展空間超大啊，適合於終極改善大佬啊！總句一句話，南灣首富就係我哋南灣地段、學區、環境、品質、性價比個全能王。而家仲有少量個特價筍盤，價格大放水啊！價位錯過之後再等幾年未必就有啊！想要最新底價、戶型嘅真實成交價嘅內部筍盤啊，後台跌我啦！